好，好。留下这大家平安啊！今仔日因为拄啊好，教会有新朋友吼来到伫咱教会，所以时间有小可陈煞着吼，有小可迟误啊吼啊，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啊！我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勇士，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勇士。咱要来这新家人关怀的这个事工工作哈，是一个团体，也是一个大家一起来投入的传福音的工作哈，所以期待我们教会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勇士，是一群充满用赞美，不管什么样子的逆境困境，我们都是用赞美来颂赞的勇士。那么我们是靠着上帝的大能去做传福音的，不是靠我们个人的能力。好，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勇士，一群充满了的勇士。因要靠我的灵去传福音，搁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呼唤我你来坚固，这做合意，你的基地，伫你圣行的国度。唱起来哦！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勇士，一群充满热的勇士。因要靠我的灵去传福音，搁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呼唤可你来坚固，这做合意，你的基地，伫你圣行的国度。主啊，兴起！主啊，兴起！大桥教会，大桥教会，呼唤可你来坚固，这做合意，你的基地，伫你圣行的国度。主啊，兴起！主啊，兴起！大桥教会，呼唤可你来坚固，这做合意，你的基地，伫你圣行的国度。前面那一首哈，我要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咱用主的听来听咱每一个人，咱就有法当将福音来带到伫咱身躯边的人。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咱安静来唱。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咱这位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有一个诚心愿意的心，来服侍伊，来听咱身躯边的人。为着主的福音，咱这位来传扬福音，会当将福音来带到伫志未衰的人的身上。咱这位开声来祈祷。
大到伫你面前的时，阮知有真侪人的生命需要主你的福音，恳求上帝你信心，成做阮的帮助，互阮常常靠着主你的气力，互阮会当成做主你所欢喜的囝儿，是因为阮用福音来成做听伫真理所的人，要紧的真理甲意义。主啊，阮的信心成做阮的帮助，主，阮的信心成做阮的瓦壳，感谢我的主。所以名来叫，阿门。主啊，阮感谢你，当阮带着诚意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愿你圣神成做阮的帮助，除去阮内心最忧愁甲操烦的心，只有单单带到主你的面头前。主，阮知，阮看见伫你的内底有主你美好的荣耀，恳求上帝你嘛帮助阮，互阮的生命会当真实活出荣耀主你的圣命的生命。主啊，阮感谢你，愿上帝你带领阮头前的道路。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再来吟一遍。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看起你来临，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新家人新家人这个关怀学校的训练第二课，咱今天进入第二课了第二课。那我们今天要一起讨论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怎么样欢迎新家人进到教会来。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到底对于新家人的落户的一些误解。好，那这个东西这是这样，简单讲恁感觉一个新朋友来到教会，恁会安怎看？落户注意落户什么叫做落户？来，你们先对新来的新家人，欢迎。那落户呢？你很高兴他也很高兴，可是他不见得会落户在这里落户有什么感觉？这个还有什么？认同。他会不会认同？我们从一个人身上，你看不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嘞，其实是看得出来的。好，我做老师，如果去到一间学校，对不对？我们一定会先怎么样？看这间学校是否欢迎我，这是第一步。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我有没有受人欢迎，对不对？那欢迎了以后，我们还会想说，我想不想要在这个地区，在这个学校？那同样的，当人进到教会，他会把教会当作就像他是不是教会所讲的，那是他的家，另外一个属灵的家。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新家人落户其实有一些误解，我们要稍微一起来了解为什么？因为在传统长老教会里面，往往我们对于一个新家人、一个新朋友，我们会认为时间久了，伊就会来。你看，你播完你要做清楚，再久啊，伊就会留落来啊。咱传统的关系，这种的观念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是一个误解。因为其实新家人他不只是着重在人际关系的互动，教会所做的福音工作不是单纯，我看这两个人际关系以看外个袂歹，但是我们没有去思考到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关系有更深的突破，其实那就是重点所以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去突破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关系是不会有更好，甚至呢，我们也会想说
时间久了就可以了。可是实际上我们没有在祷告，我们也没有在陪伴他信仰的功课，好，我们也没有在教导他应该做什么，好，所以光有牧师简单讲到这几点哦，其实你就会发现，有差，好，这不是单纯的时间久了他就会熟悉。普遍人就是认为说关系是需要时间来证明啊，可是你觉得时间的长短会不会因为信徒的表现而有差异？会不会？我跟公姐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因为行为举动的改变而让人的关系产生快速的关系更好？会不会？如果你这是一群积极、主动、有热情的教会信徒，他会不会带出让人感到热情？会不会？会，而且他会让新朋友很快速的进到教会以后，他就会留下来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牧师讲说什么？我们现在做了什么改变？哇，看起来大家好像，我们现在教会有在做一个什么有关这个东西的改变？关系，在座有4位长子哦。有关关系的改变是什么？礼拜天结束，会后结束，那段时间我们不是马上进入小组，你要把那一段时间看作为是让新家人能够快速的方法，一定要先从我们自己本身都认识，对吗？我们彼此都认识哦，可是深入了解那不见得哦，这样懂不懂？你看，简单讲一个凤兰姐，好，或者是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有他不同的问题哦，他的顾虑哦，我们有没有在关心啊？落实在大家见面的时候会聊起来啊，为你祷告，这样懂不懂？那种关系就是在那时候建立的，所以彼此的关系不是知道了，我知道你有那个状况，可是我们彼此没有在交集的。那种关系就不是信仰团体，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对新家人落户的误解，第一个，我们会用过一段时间，新家人自动会留下来。我刚刚就已经提到了，对不对？你们觉得这是可行的吗？不是，对不对？那你觉得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来，我们先来看教会。你们觉得教会是什么地方？因为新家人进到教会嘛，那你要先想看这教会是什么地方啊，你才能够知道这些新家人他是不是渴望来教会啊，对吗？你要知道教会是学生他为什么要去补习班，他会去找很多补习班呢，他一定会知道这间补习班要带给我什么呢，这样知道吗？那你要先，我们信徒就要知道啊，我们虽然都在传福音，人家问说你们大桥教会是什么样的地方？有爱，那是否真的有爱啊？有没有方法？有没有让人家感受到啊？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第一个，过一段时间把那个圈起来。好，所谓的过一段时间，就是普遍人家认为说的，只注重在人际关系的互动而已啦。好，我再讲一次哦，会有过一段时间，新家人就会自动留下来的。有些时候他不见得完全注重人际关系哦，他只是注重自己的关系，或许会比较多一点。好，那你们觉得教会是一个什么地方？我觉得教会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对不对？那教会还有什么？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地方，而且教会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你要想，教会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你需要怎么样让它变成不一样，符合这个不一样的特质？这样懂吗？好，如果他是圣洁的基督徒，可不可以在教会里面随便说话、乱说话？可不可以随便在那边开玩笑？可不可以？其实是不行的，这样懂吗？所以，如果当我们在团体小组、团体当中，你发现有一些好像那个时间已经不是聚会了，可是聚会后，他在高谈阔论当中，突然间好像暴露出他的什么行为模式的时候，不太 OK 的时候，那我们要不要当下马上说？是要说的，因为那个就是教会
神圣的地方，怎么样让新家人能够愿意自动留下来的关键时期。你说牧师啊，我在那个时候就是最轻松自在的，为什么要那么的拘谨啊？我说没错，可以轻松自在，但是不能随便啊，对吗？因为当你一随便的时候，那个就让人感受不到那是圣洁的地方啊。所以新家人进到教会的时候，他就很难，就真的会过一段时间了。我跟你讲，那懂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教会做事情、做什么方式、待人处事都要怎么样？都要不一样。好，还有心灵层面，我们也要怎么样？我们心灵层面是圣洁的，所以这个就是要自我要求了。好，所以我们要时常提醒是要告诉他，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地方，不可以随便。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约翰福音第2章。新约约翰福音第2章第13节。13节到22节你们来看，阿牧师来念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了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卖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的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好，这里讲到耶稣，他讲到第16节，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好。我想要问各位你们觉得来教会敬拜上帝，信仰带给你什么？教会带给你什么？我们先讲教会带给你什么。能不让我马上可以想出什么东西？应该会有吧？教会带给你什么？先听听，你就教会简单就好了。我只是要听那个，就是我知道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嘛，但是我们平常1到6还是活在这世界里面。对。那礼拜天来到教会，当然我们是特别被选出来、分出来，在这里就是分别出来，要在这里聚在这里的。对，我们是，所以是圣洁的地方。所以教会给你的感觉是神圣的，是很崇高，让你会敬畏神的一个地方。好，还有没有？神圣安稳。安稳的。平时生活都好像在靠着自己在生活过，可是进到教会就会让你有一种沉淀下来的安静的地方。还有没有？不管你平安的地方让你平静安稳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就是喜欢找牧师代祷？这是可行的。有些时候你真的没办法祷告，你也不知道怎么祷告。虽然圣经里面说圣灵会为我们说吐不出的那种苦痛来为我们祷告，可是实际上有些时候我们可以找牧师，找你可以信任的长执求他请他为你祷告，也是很好的。来，苏慧长老，你觉得教会安息的地方呀，安息的地方，所以在教会里面会让弟兄姐妹会很平安安息的好好吃东西可是吃东西还是要小心真的有些时候也是要节制懂不懂？其实说真的没错啦，在来到教会，其实吃东西都可以尽量吃啦，我们都不我叔公卖惊人家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要帮助彼此要互相做提醒，也要小心好，让人得救的地方
能听到福音就能得救，不用改变。好，如果毛长老他讲到这个得救的地方，那就是什么？也就是说，新家人进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抱着这个使命，把这个让人得救的福音带给他们？这个就是关键了。所以，如果你来到教会，教会是让人得救的地方，那可以让人来这边是受死的吗？定罪的吗？什么叫定罪？你来吼，伊做节唔好啥，你就该讲甲无一块讲，哦，啊，互伊做艰苦心落来离开，哦，甚至有当时咱为了要做一件事情，觉得他这样不好，我们就批评他，或者是说用很严厉的说这样子不对，这样不行。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要好好把我们的工作哦，要再让它包装修饰，让他讲的话更动听，好，做的事情更感人。好，所以为什么牧师现在鼓励大家，任何小组你们都一定要鼓励信徒做见证。为什么要做见证？其实做见证不是一个你现在的能力问题啊，不是。什么是做见证？做见证那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啊，你跟上帝的关系哦。你无要讲，那是你的代志哦，不是我的代志哦。你若讲不出来，我无需要更较迫切为你祈祷哦。代表啥？代表你跟上帝的关系，你的心，你有愿意要为上帝做这个最重要的代志无？这种代志有当时是比你献金更较重要呢，比你奉献金钱、奉献做工更较重要呢。因为人要对你的嘴的中间讲出上帝所要传讲的真理、话命的话嘛，对不？所以对新家人来说，你觉得好？对我们来讲，我们要怎么样让新家人能够留下来？其实在于我们本身有没有看重于让家人能够留在我们身边。刚刚这一位印度的，他都讲英文啊。其实牧师我自己就有一种渴望眺望自己，我很希望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开一个什么英文讲道的，只要有人愿意帮我翻译的话，我觉得我很想要尝试啊。那甚至我之前在认识信成兄的时候，他儿子他很会翻译，对啊，我就很期待说，上帝会不会为我，有没有可能帮我预备一个这样子的同工？好，他儿子他以前就在巴西，好，然后就是帮他们牧师做翻译用西班牙文，好翻译啊，在中间就是牧师14岁哦，国中生的时候就开始在翻译啊。所以现在他做的工作就是不断的在做英文语言上的工作。所以其实上帝选召一个人，其实是会透过不同的能力，让你能够不断去经历到哈。好 ，OK， 所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圣经节，马太福音第21章。好，所以我们要让教会是一个真正神圣的地方，不是一个你知道的神圣，而是真实的。好，他怎么样表现出来？就是从耶稣身上，我们看见他希望他的殿是做祷告的殿，而不是买卖的地方。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1章第12节到第13节。来，12到13哈，他说什么？我们看13节就好了。13节说什么？他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什么？祷告的殿。”马太福音有讲到祷告的殿，不只是不要让它成为贼窝。什么叫做贼窝？来，我们大家好好来反省，我们一起来反省，在教会里面，什么才会像贼的教会？具体哦，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具体化的说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你讲出来了，你在服侍上帝，在教会管理教会的时候，你会更清楚知道不可以这么做。你搞了解？好，什么是擦的是啥？淘汰 ，keeping。好，keeping 有定会发生无？有，对不对？人跟人之间讲话，你最近过得好不好？好啊，还可以啦，还不错啦。从他的表情，你都可以看出有一些端倪，对不对？很多东西我们包含什么？包含使用东西很多方面，偷拿很多东西，我们都需要好好去反省的。
所以在教会里面，其实因为就像牧师讲的，牧师说我唔忙惊人食，但是相对的，若是更较愿意来遮食的人，伊安怎？伊若无听到一寡重要的细节，伊就安怎？来教会就是迄人足好诶，拢我一直食。但是咱的人拢无要甲伊讲福音，嘛无要甲伊做见证，啊，就来看，就是迄个人。你看，迄牧师讲会当安尼食，伊然后找参啊食，找参啊客，然后就开始在那边怎么样？又开始在那边做一些批评。好，所以实际上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教会，不要成为真的让一些新家人，他在教会里面真的是过一段时间才会落户。好，所以我们要记得，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过一段时间，我们要时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让新家人能够真正认识我。我牧师蛮期待的哈，大家都要有这种企图心啊。你要让每一个来的人哈，你要想说他认不认识我。如果他不认识我，我一定要自我介绍让他认识我。牧师从以前我就有这种心态，我都一直觉得说，假如我要做一个为主传福音的人，我一定要至少要先让他认识我嘛，对不对？我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我的热情啊。那要怎么做？当然是我先自我介绍啊。我总不能说，你请问一下你是谁？然后一直问他，一直了解他，然后请他一直说他的事情，可以这样吗？你新来的，我一直说，你跟我讲一下你血型哈，喜欢什么哈，然后你平时都跟太太跟孩子都在做什么？我想要多了解你，你会感觉怎么样？很害怕吧？说这是什么所在啊？那是共产的共产制度的我想要搞了解这多。我觉得绝对不是这样，而是要把我们自己敞开，让他完全接受，所以这才是很重要的。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二个，新家人留下来的责任在于牧师。我们对新家人落户的误解普遍我们要了解大部分我们都会认为责任是在牧师身上，但是牧师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重点。你觉得福音的工作，我们是对上帝负责，还是对教会的牧师负责？好，我再讲一摆牧师常常讲台顶咧讲传福音。那你在当下的想法一定有，我曾经想过，有一些信徒也会想说，牧师你一直在告诉我们要传福音，你自己也没有在传，你也没有教我们怎么传把那个责任好像推到什么牧师身上，这个就是责任在牧师身上。可是他并没有了解到，其实他身边实际上有很多朋友，而且时常在接触，而且你的朋友都了解你，你也认识他的问题状况，他就是需要福音，可是你就是不跟他讲到福音，你懂我意思吗？那个责任问题是在，反正在教会讲，反正就是牧师的问题，丢给牧师。注意负责我们是对上帝负责，可是责任呢？上帝给我们传福音的责任是谁的？圣经里面有讲是牧师吗？圣经里面有讲传福音的责任是给牧师吗？没吧？耶稣跟我了后是跟门徒讲呢，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呢，有没有？你们是谁？门徒啊，门徒啦，愿意跟对耶稣的门徒啦。那是安呢？传福音不就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吗？对不对？对不对？怎么会是牧师的嘞？这样懂了吗？可是如果当你们来找牧师说，牧师，我希望带领我的这个朋友，我为他祷告，然后希望传福音给他，我真的有一些细节，有一些问题，我真的搞不懂，你可不可以教我？我做不赢呢，牧师很忙呢，我现在怎么样很忙，我现在没时间没空打理你这个，这才叫做不负责任的牧者，这样懂了吗？但是如果你们的牧者是期待大家能够一起去传福音，你知道那个功效多大吗？这个礼拜天有一通电话，他是听说是最近才刚搬来东桥的一个欧先生。这个欧先生他打来说，请问一下你们教会有没有社青团契？我就说有，我们有一个我们现在是走小组，我们有一个社青小组。我就告诉他礼拜五什么时候，那他就说他家里有一个孩子，他想要参加这个社青团契，我就非常欢迎他。然后我就告诉他，
如果你听不懂台语，你可以来参加礼拜六的，来认识我们的环境。这是第一个。礼拜天，你看牧师常常都在讲传福音的事情，常常哦，我在周间时常都会遇到这种事情。最近，然后昨天咱一个姊妹，金惠姐，伊做爱传福音的，自早之前迄腾群有无？包括金惠姐，伊最近伊讲伊暗时金惠姐啉伊暗时伫倒去上班，伫市政府咧做摒扫的，骑伊的电动车，骑半点钟，骑到市政府安平。伊就是安尼，伊讲迄个单位的主管，伊讲上帝足疼伊，伊讲赚200块，一天暗时就是赚200块。但是你看哦，伊为主咧做见证哦，就是种人热情，有气力，无惊。伊甲我讲，牧师，礼拜日我会带一个姊妹，伊是我伫路边，我甲伊传福音，伊要讲要对我来教会，真有气力呢。我相信伊嘛无受高等教育，但是伊就是愿意。所以咱唔通讲咱无受到什么教育哦，咱爱想讲咱有迄个热情无？所以倒转来看，责任是上帝之路，每一个领受上帝恩典的基督徒，都要更懂得勇敢的负责任啊。所以你爱下一个这重点就是勇敢负责任。领受恩典的基督徒啦，要勇敢负责任啊！你要对你的生命负责任嘛？安尼有一天等咱见主面的时阵，咱会当高效呢，交账呢，我们才可以交账呢，这样懂吗？你如果不负责任，上帝要跟你讲我给你这么好的所在，让你有那么多的机会你都不传福音，你也不去关心他，那个关心是谁？是牧师嘛？我跟你讲，牧师有常跟你们讲过只要你们愿意去找出适当的人，你要去关心的，我都愿意陪你去，因为我不是你比我还要认识你的朋友，这样懂吗？所以传福音是要这样做。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做带领的工作。第三个，新家人不留下来的原因在于信徒冷淡。等一下，我们刚刚第二点，我在还有一个重点牧师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个负责任我觉得人有没有常常会去推卸责任？你明明在这个环境下，可是实际上你会推卸责任。我简单举例2003年麦当劳事件，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美国他们有一群妈妈妇女。他们去告政府，告这个麦当劳了，告什么？告他们的食品是垃圾食物害他们的儿女都肥胖你看你的笑的原因是啥？不然叫你吃，对吗？你吃会较来怪麦当劳啦，会同款意思啦。咱信徒嘛呢当着尝到主的恩典，在教会领受祝福、享受，都不会说教会不好。可是只要他生命遇到问题了，遇到跌倒挫折了，试炼来了，困难来了，他就会怎么样？怪天怪地啦，怪教会无人为伊祈祷啦，有无？怪牧师拢无去探访关心啦，怪上帝啦，所以做恐怖的代志这个就是跟责任，你有没有勇敢去负责任注意，带大家一起来看一段圣经里面第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我们来看创世纪第3章。我们来看创世纪第3章我们来看亚当夏娃在咱当作熟的都知影。真正亚当亚当就是第一个怪上帝第3章12节到第13节创世纪第3章第12、13节好，都翻到了好，那人说：“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好，这个故事先听听你知道嘛？知道13节，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注意看哦，12节那个人是亚当嘛，哈，亚当就说：“上帝，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有，那个骗我的那个女人哦，我不是说亚当不是说，上帝就问他说，哈，谁为什么让你吃生肉？11节啊，为什么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能吃的东西吗？那个人正常，你被推卸给女人哈，推卸给夏娃，一定会说什么？上帝啊，是那一个啦，那个夏娃啦，害我的啦。但是伊是讲哦，上帝啊，迄是你收拾给我的呢，迄是你收拾给我的呢，敢不是你害我的？你知道我的意思不？你知道这句话很特别。我后来再去看的时候，亚当他实际上也有在怪上帝耶，你看得出来吗？你所赐给我的，注意哦，他在顿号，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它断开来，有没有发现？所以你要知道哦，亚当他在当下哦，他知道他犯错了，可是他在竟然回答上帝的时候，他会推卸责任哦，他把这个问题推给上帝啊，这样你懂吗？所以基督徒真的遇到环境的试炼、生命的苦难你要能够更加的怎么样顺服上帝的心意，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可是这却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成熟的基督徒。好，来第3个，新家人不留下来的原因在于信徒冷淡。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节，启示录第3章。启示录第3章第15节，圣经的新约最后面第3章15到16。这个写给老底嘉教会的信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就这样。第16节说：“你既如温水，你如果是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简单来讲，他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徒。如果我们在教会、在信仰上面，你会容易自满的人啊，你就是属于一个不冷不热的人，容易较到主观的人有当时会真做些较到真的是不冷不热的人实际上，这段圣经节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真理上帝的属性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有爱，咱听上帝，咱要军队也主，要来军队做这个团福音的工作。其实咱爱在生活上爱会当反映出。咱真正是上帝的儿女。我再讲一遍你若是信上帝的人，你就爱安怎？你去看迄去拜拜的人因的生命要生日因会安怎？做热情的有无？迄日头赤炎炎，伊嘛愿意安尼行走远的路，对无？但是咱基督徒有当时敢毋是安尼呢？即摆基督徒跟过去，我毋是讲所有的基督徒，即摆基督徒是安怎？逐项拢得爱安怎？环境爱好宽便便受苦的心志是哪来哪弱所以牧师常常伫讲道上拢要甲咱常常甲咱讲起这受苦的心志，真正这是咱要传福音最重要的态度啦。所以圣经内面伊在甲咱讲起伊在讲老底嘉教会，其实因伫信仰上都是非常信用拢做安怎？因这的人拢变了做主满，做高估家己，感觉讲我信用了遮在遮好我想要需要安怎做什么改变？其实这是做危险的。信用啦、领导，其实咱做工拢做袂起心嘛。好，来第四个，新家人只要来参与主日崇拜就可以了，可不可以？来，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好，我们来想看看，一般新家人他只要来参加礼拜天，好像也就可以了，对不对？是不是？刚开始是可以的，以后就不行。可是，如果按照你这种讲法如果你说我们也没有适当的去让他感受到我们的热情邀请，你嘛不咧给介绍，你嘛不咧给安怎给陪伴，
请问你就算给他招来小组，你感觉伊敢会来？他也不会，他也不会有教会生活。所以我觉得关系普遍都是有限性的，有限有限呐。关系有限就是拢安尼来。啊，你若要有关系，搁较无共款，就是爱透过啥？袂使干那有来教会参加主日。所以咱会当家己安尼讲为什么要来教会参加一寡活动？要互你感受到上帝的无相款的疼。伫教会内底，毋是干那礼拜日会当听到牧师讲到参加礼拜，迄是单方面的。但是你若来教会平常时你若个人来参加小组、参加训练会，其实你会当互你的生命会当安怎？会当更较无共款哦。你若我要讲这个话有足重要的，我来想讲我要安怎看这个人，讲我头拄仔所讲的遐物件的重点。我要安怎将我所要讲的这物件安怎？我要去让它装饰，不是装饰而已，是我亲身体验到这个东西的好。安尼有了解？所以当牧师要甲咱讲，我会记咱之前捌有小组人愈来愈少的时阵有无？咱会讲牧师啊，阮人遮少啊，无阮来跟其他小组合并啊。对，无我估一个啦，我讲假设啦。假使咱有个人咧做个，有个教会真正是安尼伊个小组伊会感觉讲别个小组好，足复兴诶。伊个小组人无济，伊佫无啥信心，佫无啥毋知影要安怎带诶时阵，人是足自然诶，足想要安怎？就毋免安尼，毋免我带，我就来参因做伙就好啊。这是一个无训练过。第二，使命感迄无安怎？没有被唤醒啊，无被唤醒啊。譬如讲，即礼拜日牧师讲一个足重要的，受苦的心志，几句话叫做啥？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对不对？这个咱的兄弟私底下马上甲牧师讲，牧师，我志愿拜六我要来参加华语的教台。我讲感谢主，但是阮人无济，敢有需要？伊讲无要紧，我嘛愿意。我感觉真好，他愿意先从他自己身上攻克己身、受苦的心志做起。所以其实这物件拢是对啥？你可能听起来讲牧师，你伫讲台顶有咧讲啊，甲你边的兄弟讲者你伫小组嘛会使讲，你伫私底下嘛会使讲，紧来，甲伊讲，紧来。咱就爱有这种文化，教会若有这种文化伫咧观看直播的兄弟姊妹，牧师嘛要鼓励你。咱伫教会内底私底下彼此就是爱安尼。咱伫交易的时阵就当做安尼。一个若招一个，招着爱长老，妙玲姐无咧来参加小组的，一个苦一个，我讲，咱的教会真正作用。用上帝就安怎？上帝就会祝福。我们强壮了，上帝就会把适当需要的人放在我们当中。那上帝不会把人带进来，往往是什么？因为我们不够强壮，我们不够有信心。所以我刚刚咱有一个信心，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要对自己有信心，对上帝有信心。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参与主日聚会崇拜这是一个关系上是有限的，对吧？刚刚一个清安，迄个啥平安礼，对吧？听互咱组织做聚会，你也去注意甲看，你互相咧清安，大家人拢是做客气的你家己一定感触会到，一个你就算你拢熟悉伊嘛熟悉你，但是你看伊的面，看伊的表情，就是安尼，无介开阔迄种，无介自然的，因为迄种环境就是无法度当做自然的，无说简单讲就是安尼。但是咱就爱透过教会说，无论小组、交易的空间，包括咱即马这个阳台嘛处理好你感觉有较无共无？我即马行出舒服，感觉不会曝晒阳光的感觉不是爬远的所在，我就觉得哇，真的越来越有信心，教会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安那。为了你要有那个扬声外播给你的事。嘿，我有帮你转。爱录晓，无要紧，我是先转尔。好，来 ，OK， 无怪我讲奇怪，礼拜日就请了想要搁较侪泡泡来，那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马太福音28章第20节。
一般我们看到圣经节这一段话哈，感觉好像知道，反正我都嘛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很特别，跟我们现在要讲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哦。他说：“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怎么样？”来，让这位来看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咱若有咧照着耶稣基督咧甲咱吩咐的，安尼去遵守，上帝就甲咱三脚地地。意思就是讲，咱伫教会内底会友的关系，唔是干那礼拜日的聚会那点，咱就爱常常为着因是毋是当伫咱教会互相彼此的关系生活来祈祷。咱来为着我无法度看这个，我虽然熟悉伊，但是我看伊的关系真正无交集，咱就爱为着这样代志来代祷啊。我们就有责任了，我们就有责任，需要有义务，好好的在礼拜天花费一些时间跟他建立关系。因为你若无跟伊无关系，你无法度通有机会反复因来遵守耶稣基督所讲的，敢毋是？好，了解我意思无？你嘛无了解伊经济能力，你嘛无了解伊的奉献的情形，你嘛无了解伊的信用的问题。咱若即种干那礼拜日来参加主日的信徒，干那安尼哦，迄是足恐怖的代志哦。人甲人的中间无关系哦。所以那种我都觉得是要安怎甲伊教育，应该听牧师这礼拜伊若佫无来，像牧师是用一系列的。所以为什么牧师现在都是要一定要录下来，再怎么样都是要做影片，为的就是要怎么样让弟兄姐妹平时如果他没来，我们会去关心他，告诉他。你最近好无啊？你昨无拢足久无看到你，伊讲无啊，我足无闲，安怎？你当甲伊讲啥？安尼辛苦你。我甲你讲其实你若无来，真正礼拜日真正无法度找时间休困的时阵，去看一个教会牧师讲的礼拜日的聚会。有咧学习无？有，我们在教导他学习遵守。虽然他因为他现实的状况、生活上的困难，他没有办法参加主日，可是我们有没有尽到一个做基督徒关心的责任？有，我们做到了，而且我们还顺便做教导。第三个，我们关系做建立。好，这样懂了吗？所以其实新家人的关系很重要，这个工作很重要。它不仅是帮助人进到教会聚会，甚至还要投入服事工作。甚至能够教会的生活，我告诉你，只要让新家人来到教会，他不仅聚会，他有服事，还有教会生活，他的生活就怎么样？就进入到了无限、无限的这种疼的内底啊。好，有限的疼就是刚他参加聚会啦。有无限的疼就是啥？你要互伊感受到上帝无限的疼就是安怎？敢真正刚参加聚会？对啊，要参与服事啊，敢不是？你若互伊参加小组，你敢有机会，叫人家邀请来训练，会使呢？你会帮助一个人了解到上帝无限的疼呢，他会越服事越甘甜。好，所以呢，与主的同在，在上帝的教会里面的儿女，我们要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不是只有听到，还要行道，要实践啊。所以，像咱牧师先要求，咱在座的中级，恁爱学习做见证。见证有足侪种方式，譬如讲像保安兄讲，我真正无法度无迄时间去好好写字、录音袂晓写着，无要紧。牧师我人讲过，用录音的。你看录音有啥物好处？录音的足简单的，即摆手机已经拢有录音功能。所以你若甲我讲牧师，我连录音也袂晓弄，我甲你教。用写比讲话，因为讲太安静对不？没有，你要连续下去，安尼有下可以让时刻。但是我要问恁恁可是牧师想要问你们你们自己会不会想事情啊？想祈祷的文，祈祷，你对上帝敢是咧祈祷，敢是咧讲话？
敢毋是就是咧讲话吗？了解我的意思无？迄是一个足自然的，你要去了解，当你要甲你的阿爸伯讲话回应，还是讲你要甲人传扬福音的时候，你嘛是一个足自然的工作。当你的亲人、你的太太、你的夫人、你的丈夫，你要甲伊讲话，你敢会歹势？即马感觉会歹势？感觉像男女朋友安尼歹势？敢会？你看拢小妹啊呢，对无？已经毋是讲话啊呢。但是你看哦，咱甲家己的亲人的讲话，拢会当遮自然。敢讲咱无法度通对咱的教会新家人，就像家人一样，堪伊讲话嘛？来了解我意思。实际上，所以见证，实际上它是一个应该要学习的一个基本态度了。好，OK， 所以简单牧师用这跟咱做伙分享有一个心理学家讲起讲我不去为自己的生命承担责任，却把责任推给第三者，这是人性逃避面对问题的一部分。我再讲一遍好，伊咧讲的这个叫指责文化积极的文化。伊讲我不去为自己的生命承担责任，却把责任推给第三者，这是人性逃避问题的一部分。好，所以牧师想要讲做见证我嘛期待咱同工千万后摆唔通去讲咱无法度通做见证的话，这是逃避问题的一部分。好，所以咱应该是安怎爱好好伫祈祷中讲主啊，帮助我。你时间牧师无甲你逼啦，你要偌久长拢无要紧，但是我希望你的心智就爱安怎，爱柔软落来。讲主啊，我愿意学习，要来为主你做见证，因为这是你听我一个足明确我会当做的行动。这嘛无讲爱你看偌济圣经嘛，对吧？这嘛无爱你讲爱献偌济钱才会当做嘛。这只不过是咱一个基本基督徒应该做的。所以牧师有那鼓励啦。咱即摆虽然拢咧讲新家人的这个训练课程，每一摆的训练，你若有感动，你会当用一个主题、你就甲先写起来，写入你的簿啊，然后你回去好好想。譬如讲，即礼拜咱讲的，就是啥误解、误解，那你可以写一篇属于你自己的故事，可能是某一个重点，是你今仔日所听到的一个重点，你就好好去甲伊写落来。简单几句话，150字嘛，无要紧。所以这个我真感谢上帝嘛，期待讲咱学习，像咱的兄弟安尼用心积极来去训练家己、操练家己，嘛求上帝帮助咱拢会当学习这款的心智啦。好，那如果牧师先甲咱讲一寡，提供一寡方法，就是讲见证有一寡方法，就是你会当用录音的，录的了，你传给我。然后我会请同工帮我甲拍来，足紧的。念的是足紧的你可能念起来，可能感觉拍起来是几啊百字有当时是半篇去所以迄啦，真正有念的其实是足紧的。你用试看卖，试看卖，长时间。另外一种，你也可以用写的，写的也是一个安静下来慢慢写。牧师期待咱即马会当做伙来为着几项事来祈祷。第一，咱来为着家己。为了自己生命的摆上来祷告，这是我们今天学习到的一个很重要重点。负责任，你要勇敢的为你自己的灵命负责任，把你自己的摆上来祷告，为你自己摆上祷告。第二个，期待你的生命有一个火热的心、火热的心，唔通做无烧无冷的基督徒。第三，咱要做伙日日逐天拢来经历上帝，生命拢做有限啦。我们要把握住，我们还有一口气为主做工，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为这3个重点来祷告，为你自己的摆上火热的心，日日经历上帝，甲你三甲地地，咱嘛为着咱的信心兄弟来祈祷，求上帝亲自医治的官兵，搁一摆听咱的祈祷，我相信上帝要带领伊平安来经过，咱做伙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管的上帝，阮是上帝你的囝儿，也是上帝你的儿女。主，当阮领受对主你遐来美好的心意，就是要安怎关心伫遮的新加入伫教会的新朋友甲亲人，
阮愿意为着因伫属灵灵性上的欠缺甲需要，甚至伫因的福音需要得到的福音，阮来献上阮的恳求，求上帝你通过阮愿意的心、热情的心，愿意将家己的生命献上的态度，阮相信，愿你要的确通过圣神的感动来引带阮行伫上帝你所欢喜的道路。互福音带到伫志美世人的心上，互福音带到伫需要的人的心上，来得到好的消息，来得到好的造就。主啊，愿上帝你嘛继续引带伫你的教会有最项坎过，无论见长，无论福音的时间，但是阮更加需要求上帝你嘛亲自来涌壮伫阮的众兄弟姊妹，特别阮要为着信心兄弟来献上恳求，伊即时要搁伫家护病房伫受治疗，虽然伫伊的家人非常每一个人拢非常的着急，总是阮也要游玩，求上帝你将平静安稳的心放伫因的心上，互因倚靠上帝，因为上帝你甲因三甲彼得，互因靠着祈祷伫安静的中间来领受上帝你美好的心意。谢谢主，我们再次将我们的祷告摆放在主你面前，求主你来悦纳。感谢祷告，奉主的名来求，阿们。主耶稣，我们奉主你的名宣告，我们是属神的儿女，阮是上帝你的百姓。凡行事，阮伫祈祷中，阮要得到平安。这是上帝你互阮伫祈祷中的应允。阮特别要呼求主上帝，恳求上帝你将医治膏抹的膏油，搁一摆赏赐伫信心兄弟。主，伊是阮所敬重，也是主你好搁尽忠服侍主你的工人。阮需要伫祈祷中为着伊。即时伫身体会欠安的中间，需要上帝你医治的大权柄，搁一摆赏赐互伊，透过伫伊内心喜乐的灵，成做伊好的荣耀，成做伊的帮赞，也恳求上帝你将平安的心放伫恩利者的身上，互因全家大大小小拢为着信心兄弟伫祈祷中，阮逐人拢要搁一摆经验上帝你大能的快乐甲医治。主，愿上帝你搁一摆引带你的教会头前的道路，互阮会当互你的教会管理你的教会，无成做贼的所在，是真实。阮用阮的诚意，用阮的行动，用阮的信心甲快乐，是上帝你所应允，也是上帝你所祝福的生命，来为主你做美好的工。求上帝你成做阮的帮赞，赏赐互你的教会，互每一个人拢抓到这个新的应允，就是爱为主你做报扬福音。为主你做美好干净的教会，阮伫你面头前献上阮的祈祷，因为阮知上帝你听阮，阮也着常常将即款的听，甲美好的心意甲使命带到伫阮逐人的生命中间。求上帝你成做阮的帮赞，引带阮倒转的路站，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阿们。